神已經復活。2005年復活節，今日係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親愛嘅基督新婦，新婦喺呢個復活節嘅週末，將會有一個幾咁好嘅榮耀時光。我相信呢一個將會係我哋生命中嘅亮點之一。我哋將會永生難忘，一個紅字嘅週末。每次復活節對於新婦嚟講都係如此特別嘅時刻。我哋關閉所有嘅設備和世俗嘅煩擾，向外界關上大門，將我哋嘅生命重新奉獻俾神。呢一個係專門敬拜神嘅週末。我哋每一日都與神說話，然後聽佢嘅道。敵人讓我哋喺生活中如此分心，忙於生活中嘅許多事情，以至於很難關上世界嘅門嚟到與神說話。甚至連我哋用來聽道嘅設備，撒旦亦都會用來危害我哋嘅時間。但係呢個週末會不一樣，係我哋從來冇過過嘅復活節嘅週末。當主把聽封印放喺我哋心裏邊嘅時候，我唔知道日期如何安排，但神嘅時機總係完美嘅。2個星期天前，我哋有幸喺4月6日，呢一個就係先知嘅生日，聽到第4印，即係鷹嘅時代。呢一個係幾咁合時宜呢？但而家主為我哋準備咗更多。正如我剛剛所講咁樣，當我感到主放喺我心裏邊要播放封印嘅時候，我知道要花好幾個星期先至能夠放完，因為呢一個系列共有10個信息。當我睇日曆嘅時候，我睇到復活節喺我哋聽完整個系列之前，我心裏諗，我猜我哋必須停止聽封印。神會俾我復活節嘅信息。一瞬間，我睇到呢一個將會係完美嘅。我哋可以繼續播放封印，喺復活節主日早上播放第7封印。我簡直唔敢相信，這完全符合時間表。我當時就知道呢一個就係你，耶和華。我一直都很興奮，好期待復活節我哋彼此相處嘅時間，以及與神一起嘅時間。我知道神為我哋安排咗時間表，因此如果主願意，我哋會喺整個特別嘅復活節週末繼續聆聽封印。星期四晚上，主耶穌與佢嘅門徒共進最後晚餐，以紀念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前嘅逾節。喺神聖嘅週末之前，我哋有幾咁好嘅機會喺家中與神交通，求神赦免我哋嘅罪，並賜給我哋在旅途中所需要嘅一切。主，請允許醫治病人，安慰疲乏嘅人，賜喜樂給受壓迫嘅人，賜平安給疲乏嘅人，賜食物給飢渴嘅人，賜飲料給渴水嘅人，賜喜樂給悲傷嘅人，賜能力給教會。主啊，今晚當我哋準備領受代表神破碎身體嘅聖餐嘅時候，請將耶穌帶到我哋中間。主啊，我哋祈求你以卓越嘅方式造訪我哋，祝福呢一個小教會，佢敬愛嘅牧師，我哋嘅利維爾弟兄同埋佢嘅家人，
執事、信託人同埋在場嘅每一個人。主啊，祝福全世界各地嘅人，佢哋正喜歡等候主嘅來臨。燈飾齊備，煙囪都擦亮咗啦。福音之光照着黑暗嘅地方。讓我哋一起從你當地嘅時區下午6點開始聆聽聖餐，錄音帶編號62長環0204，跟住先至會帶領我哋進入特別嘅聖餐同埋洗腳崇拜。呢一個將會喺生命線應用程式上播放，只供英文。你可以按呢一個影片說明坊間下邊嘅連結下載英文及其他語言嘅版本嘅崇拜。喺信息之後，我哋將與家人喺家中聚集，並進行主嘅晚餐。星期5，讓我哋喺早上9點鐘同埋家人一起禱告，然後喺中午嘅12點再次禱告，邀請主與我哋同在，讓聖靈充滿我哋嘅家，讓我哋把自己奉獻給神，願我哋嘅思緒回到約2000年前，喺各各他的那一天，看見我哋嘅救主被掛喺十字架上，然後同樣委身，永遠做天父所喜悅嘅事。呢一日如此重要，係最偉大嘅日子之一。讓我哋睇睇呢一日對我哋嘅3種意義。我哋可以談上8件事，但係今日早上我只選擇咗3件唔同嘅重要嘅事情，讓我哋喺接下來嘅片刻看看各各他對我哋嘅意義。我祈禱咁樣會譴責在場每一個罪人，咁樣會令到每一個聖徒跪下，咁樣會令每一個病人向神提起佢哋嘅信心，然後走路得到醫治，每一個罪人得救，每一個背道者回來，為自己感到羞愧，每一個聖徒喜樂，有新嘅持守同埋新嘅盼望。然後喺下午嘅12點30分，讓我哋喺家中一起聆聽錄音帶編號63長環0323第6印。崇拜結束後，讓我哋立刻一起祈禱，紀念我哋嘅主嘅受難。星期6，讓我哋喺上午9點鐘同埋下午12點再次同心禱告，為主將在我哋中間為我哋做大事，預備我哋嘅心。我能夠聽到神講：撒旦過嚟！神現在就係上司，神伸手捉住呢個把死亡同埋地獄嘅鎖匙掛喺佢自己嘅身邊。我要向你發出通知，你虛張聲勢夠啦！我係永生神童女所生嘅兒子，我嘅血喺十字架上仲係濕嘅，全部嘅債務都已經償還，你唔再有任何嘅權利，你已經被剝奪啦。將鎖匙交俾我，然後喺下午嘅12點，我哋將會聚首一堂，聆聽道，錄音帶編號63長環0324M， 關於7印的問與答。對於神喺世界各地嘅辛苦嚟講，呢一個將會係幾咁好嘅紅字日呢？讓我哋崇拜後立刻一齊禱告。星期日，讓我哋好似伯林漢弟兄一樣早起，當佢嘅小朋友知更鳥喺早上5點鐘叫醒佢嘅時候，讓我哋感謝主，使耶穌從死裏復活。今日早上5點鐘，我嘅紅空小朋友飛到窗前叫醒我，
佢嘅小心肝好似要崩出來咁樣講，佢已經復活啦。早上9點同埋下午12點，讓我哋再次加入禱告鏈，彼此禱告，準備聆聽神嘅聲音。喺下午12點30分，我哋將會一齊聆聽復活節訊息，錄音帶編號63長環0324E 第7印。下午3點，讓我哋再次合一禱告，感謝神賜俾我哋一個奇妙嘅週末，讓我哋與神同埋佢嘅世界各地嘅新婦喺埋一齊。對於海外嘅弟兄姊妹，像去年一樣，我想邀請你哋喺傑佛遜維時間與我哋合一。喺呢個時間表上邊，所有嘅禱告時間。不過我知道喺傑佛遜嘅時間播放星期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下午嘅錄音帶，對於你哋大多數嘅人嚟講會好困難，所以請你哋喺方便嘅時間播放呢一啲信息。不過我希望大家能夠喺傑佛遜維時間星期日中午12點30分一齊聆聽我哋嘅週日信息。我哋都想邀請你同埋你嘅孩子參與創作計劃、寫日記同埋年青基金會問答遊戲，讓全家人一齊享受其中嘅樂趣。我哋認為你一定會喜歡呢一啲活動，因為佢哋都係以本週末我哋要聽嘅講道為基礎。有關週末嘅時間表、聖餐崇拜準備嘅資訊、創作計劃所需材料、復活節嘅答問同埋其他資訊，請參閱以下連結。讓我哋喺復活節嘅週末關閉手機，除咗拍照、聆聽每日名言，以及同餐桌應用程式、生命線應用程式，或者下載連結播放錄音帶。我好榮幸能夠邀請你同埋你嘅家人與世界各地嘅新婦一同度過一個充滿住敬拜、讚美同埋醫治嘅週末。我相信呢一個真係一個永遠改變你嘅生命嘅週末。約瑟伯納罕弟兄，感謝約瑟弟兄喺你所做嘅一切事上都受到聖靈嘅帶領。對於一啲觀看嘅人嚟講，聖靈透過一位先知嘅領導，一直都係神嘅完美旨意計劃。神從來冇透過一個行政管理人或者一群人嚟要帶領佢嘅選民。神選擇一個人，一個只有神自己選擇嘅人。喺伊甸園中，夏娃同亞當是平等嘅，但係自從墮落咗之後，女人，教會嘅代表，不再係平等嘅。所以神只透過一個人，先知嚟要帶領佢嘅子民。呢一個係我一生中最令人興奮嘅復活節週末。我太太從 https:// yanfantation.org/article/ 列印咗第5印嘅書，而7印嘅啟示，並用塑膠螺旋釘裝，方便把書每一頁都固定埋一齊。年青基金會喺每一頁嘅側邊都有問答題同埋書寫線，非常好嘅格式。每個大人同埋孩子都會好高興咁樣，手上有東西，讓佢哋繼續聆聽先知所講嘅每一句話，鼓勵你嘅子女、孫兒、曾孫兒印製一啲精美嘅書籍，
跟隨我哋，聆聽每一卷嘅錄音帶。我希望年青基金會能夠繼續呢一個美好嘅計劃，讓我哋每個星期喺伯南漢會堂，令到每一卷錄音帶上邊都跟得上。感謝弟兄姊妹參與呢一個美好嘅信息書計劃。而家佢哋已經盡咗本分，為我哋提供咗工具，幫助我哋嘅年輕人喺耶穌基督嘅性情中成長。但歸根究底，神已經命定咗身為父母嘅你，與主嘅道路，教導你嘅兒女。過去好幾年，我驚訝咁樣睇到參與所有創造同埋年青基金會計劃嘅家庭嘅屬靈成長，唔單止係孩子們受惠，家長亦都一樣。直到下一次，神賜福你，願你平安。www.bethlehem.tabernacle.org 以及 www.svfellowship.info 上嘅其他語言版本。